咁你知道我四心好中意考逆向㗎啦，咁亦都講過咧，Circum Centre 就冇逆向考嘅，外心冇逆向考啊，所以呢度都係考大家內心。呢個我 set 得比較簡單啊，即係如果你想清翻 concept 嘅話咧，咁你可以係用翻06年嘅 APMF 啦，同埋咧係啦，陣間喺個 description 嗰度打翻個題號俾大家，同埋咧2018年 DSE 第19題啦，咁亦都仲有可以用翻2022年 DSE 第19題呢三條咧。都係有圓心，然之後咧tension 嘅 slope 係唔齊嘅，咁我都會用角度修正法教咗我本身常規同埋公式學生啦。咁由於呢一個係一個 MC 嚟㗎，咁所以 set up 個情況咧就唔係太複雜，set 咗個橫線喺度，set 咗個橫線之際啊嘅呢個圓心係54嚟嘅，高過條橫線。由於呢個 PQ 咧係一個切線嚟㗎啦，對於內切圓啊嘛，或者內接圓先啱嘅，其實中文應該。咁呢個係54啊。54個4咧就距離 y 等於2咧有兩格，咁所以其實肯定咗呢個半徑係2㗎啦，基本上。咁我成日都叫大家咧最緊要做內心題目逆向嘅話咧，就 check 小三。咩小三咧？呢個小小嘅三角形，OK。因為你左邊嗰度咧有一點叫做32啊，你 check 呢隻角幾多度？一般嚟講咧，我哋要 check 地下嗰條 tangent 係幾多度啊？但係今次我就好人啦，俾咗橫線大家，你就唔使 check 佢幾多度。但係如果你後日啦，即係嗰啲4月7號啊，呢條斜線嚟嘅，其實冇嘢啊，斜線。斜線嘅話咧，你就將呢兩點嘅斜率 ，OK， 形成嘅逆時針角度，同埋黃色形成嘅逆時針角度比較一下。咁你就可以成張圖 plot 過啦。我當呢個橫線啦，呢個橫線就 y 對 k 一個橫線啦。你係計一計咧，呢個紫色線形成嘅逆時針角度。咁點解咧？就撳 shift tangent 佢嘅 slope 得㗎啦。黃色都係 shift tangent 佢嘅 slope。咁今次黃色我設計咗橫線俾大家，咁其實就係我哋需要嗰條橫線啦。跟住撳一撳機發覺，咦？呢個係2嚟嘅喎。然之後打斜距離冇嘢㗎，咁你咪 shift 加咯。shift 加5減3逗號4減2。呢個咧係2.82嘅，呢一個有啲特別嘅2.82。於是睇埋呢隻角啦 ，shift side 2除斜邊2.82。45度大單，點解45度會大單呢？因為作為一個叫做內切圓嘅話，呢隻45隔離都應該係45。咁樣呢兩隻都45嘅話，個圖已經要修正啦。因為45加45呢，嗰個係90度嚟㗎。於是佢係一個直角三角形，嘟嘟嘟嘟。變相入面有個正方形添，因為圓心至個切線位嘅距離垂直地佢係半徑嚟㗎，所以咧我哋有45度俾人斬開咗啦。其實成個故事個流程已經出咗嚟啦，15、2喺度。咁呢個可以肯定呢個係3嚟啊，係 x 坐標。y 坐標係幾多咧？例如叫翻佢做 b 先。由於你知道半徑係2啦，咁相當輕鬆啦。咁呢個就一定係 b 減2啦，再減2啦。因為呢個高度有 b 減2，呢格亦都有兩格，所以呢個 b 減2減2。咁呢個咧切線特性都係 b 減4。嘅然之後呢一度咧，你發覺就係叫做係2嘅長度半徑啊嘛。15減翻3先，所以呢一節係12嚟嘅，呢節12啦。其實都已經估得係咪50、23㗎啦。咁不過我哋都係唔好咁粗疏啦。呢度我哋就會話15減3，即係12，12再減呢格2，即係10。OK。係啦，呢度係12咯。咁變相呢條都係10嚟㗎啦，冇錯冇錯。咁咧，你其實可以用度數做埋佢嘅。點解可以用度數做埋佢咧？因為呢一個係2啦，呢個90度啦。咁其實呢隻角你有㗎嘛？呢度打直係2，呢度打橫係10格。shift tangent 2除10乘翻2，即係呢一隻成大隻角咧係22.6度，90度減翻佢，上面嗰隻67度。OK， 咁我哋就做翻2 over 幾多，會係67度嘅一半就得㗎啦。咁所以啦，撳機上咁啊，好冷靜咁樣將除翻2先啦。跟住咧 tangent 咗佢 ，OK， 即係 tangent 緊呢一隻角嘅一半，等於2 over 黃色嗰條邊。咁你咪2 over 翻呢一個咯。咁你得出咗咧呢一節嘅長度咧，其實係3嚟嘅。咁呢一節嘅長度係3咧，咪即係 b 減2減2等於3咯。咁啊 b 係等於3加4啦。咁啊用度數做就最簡單，3加4就係7啦。
就係咁嘅。咁如果你四心 program 係有嘅同學咧，更加應該，因為你有 Y 坐標啊嘛。不過 X 坐標一定要 concept 咁去出㗎啦。咁啊，代翻37啦、32啦、152啦，去 check 究竟個圓心係咪我哋叫做係54。咁當然啦，你數收去睇，其實佢真係5、12、13嚟嘅。咁5、12、13個半徑係咪2咧？又 check 下啦。我哋有 PR 對 2A 啦。直角三角形梗可以抵乘高除2啦，但係如果你唔直角嘅話咧，你就直接打5、12、13落去。當然呢個係直角嚟嘅，你唔直角就用希羅公式啦。PR 對 2A 乘翻2除翻周界5加12加13，再做得出內接半徑係2嚟嘅。咁我哋 fact check 到一個滴水不漏，好似銅牆鐵壁嘅狀態，咁啊可以完成呢個內心題目啦。